嚟呢一 part 咧，樓市焦點咧，我哋嘅嘉賓咧就有咧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資產配置主管廖嘉豪阿卡啦 ，Hello 阿卡你好 ，Hello Grace，另外咧仲有咧就係都會大學嘅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嘅助理教授林一鳴教授 ，Hello 教授你好。咁啊兩位一齊咧同我哋傾下呢個市況啊、投資環境咁啦。咁問下林一鳴教授啦，特別咧即係講到息口嗰個問題啦，即係大家估啦，今年可能只係得一次嘅減息機會啦，甚至可能咧鮑威爾其實咧都有透露過咧喺會議期間呢，佢哋都有討論過加息呢個問題㗎。咁特別都關注住個通脹情況，你又點樣睇呢？嗱，其實你問我嘅話啦，我啱印咗聯儲局嘅聲明啦，其實都一個字嘅啫，估係到晒氣。嗱，你成篇嘢其實睇落去嘅話咧，uncertain 個字咧，其實不停咁出現嘅。uncertain about economic outlook 啦，uncertain 講個 Middle East 啦，其實冇鮑威爾又好，Donald Trump 又好，邊度知啊？例如，譬如你話長張，下個禮拜打完咯。咁梗係可以減息啦，油價碌翻落去60、70。但係如果你話長漲，真係拖得一年半載，哇唔好話85啦，200，伊朗自己有機會都估。所以而家基本上嘅預測咧，就好似聯儲局嗰個聲明咁樣 uncertain， 估唔到嘅，真係冇人知。因為你俄烏其實都拖咗一段時間啦，大家都冇諗過咁耐添啊。係啦，咁你自己睇嗰個息口因素咧，頭先你話咁多不明朗嘅情況之下，你自己睇個息口因素同投資環境點樣部署呢？嗱，我自己去估嘅話咧，我估長仗就冇咁快打完，但係會即係好似俄烏咁一路咁樣拖落去。因為你話除非美國派地面部隊嘅啫，實人哋點會投降啊？咁所以你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個 inflation 一定高佢嘅。聯儲局佢都寫明㗎啦 ，inflation at 2%，呢個佢喺第二段佢都有寫到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個油價而家即係都挨近100啦，如果你話100、80幾咁持續3個月、5個月、6個月嘅話，基本上你話今年呢，你話減息嘅機會差唔多，我覺得接近0㗎啦。咁當然即係Donald Trump喺度，咁佢嘈喧巴閉啦，亦都未必俾你咁容易去加息。咁所以我估個情況就係今年其實應該如果長漲啦，都係你話拖得幾個月嘅話咧，應該冇乜機會可以減到息咯，應該。嗱，咁我想問下卡咧，其實大家話咧，即係呢輪咧美金咧就因為長漲嘅關係咧，其實升翻去咧，美匯指數升翻上去100啦。其實今個禮拜屬於咧央行週嚟嘅，咁好多央行都議息啦，多間啊，包括咗即係英倫銀行啊、日本央行啊，咁啊以至歐洲央行啦，咁仲有咧就澳洲方面央行啦。咁其實咧澳洲就連續2次咧都加咗息，但係其他包括埋日本央行添啦，都係冇喐到嘅。你自己睇嗰個情況又合唔合乎個預期呢？其實澳洲央行加息都係我哋自己預測嚟嘅。我哋原本喺加息之前，我哋都預計可能會喺3月同埋5月咧會加息，每次0.25厘啦嚇，25個基點。咁啊最終都加咗。咁其實如果你睇翻澳洲，其實係真係有空間需要加息嘅，因為即係今個禮拜加完息之後出嘅就業數據都好強勁啦嚇，職位增長亦都做得唔錯。失業率雖然升咗，咁但係都因為個勞動力嗰個參與率高咗嘅啫。咁所以其實喺個加息上面係有空間。咁而行長即係無論係行長又好，副行長都好咧，咁啊喺3月議息會議之前呢，其實都不斷向市場放聲咧，其實就係講緊通脹咧，如果再唔去處理嘅話咧，咁啊甚至有啲惡性嘅問題。咁我個言論都好偏硬。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喺嗰個即係央行取態方面啦嚇，澳洲央行方面雖然就話叫做5-4，咁啊有4票就唔支持加嘅，咁啊個市場嘅取態就可能偏鴿少少。咁啊但係啦嚇，我哋覺得其實喺澳洲央行嚟講咧，咁5月份都繼續有空間加息。咁啊而呢個市場都係繼續係未係完全充分預期嘅。而家呢刻市場睇5月嘅加息機率大概係講緊70%左右啦嚇。咁所以呢方面其實仲有升溫空間。咁至於其他央行嘅，咁啊普遍嚟講都係符合預期，因為大家都唔喐噶啦。爭在個問題就係究竟佢個聲明啊或者佢個內容有冇反映到或者佢哋考慮到一啲例如最近中東局勢嘅一啲影響啦嚇。咁但係普遍嚟講，我哋都係覺得有空間。譬如舉個例，而家呢刻市場普遍都係覺得例如可能歐洲央行可能需要加息添嘅。咁但係其實呢個我哋自己睇就睇得謹慎少少，因為即係過去參考翻可能之前即係歐洲央行啦嚇，亦都曾經試過咧喺2008年啦嚇，或者2011年嘅時候咧，都曾經因為油價急升嘅時候咧，係即係衝咗去加息，咁但係最終咧就令到歐洲經濟咧就有啲即係好大嘅下行壓力，咁而個匯價亦都落翻去啦嚇。咁而家呢刻譬如話個環境好明顯見到就係歐洲嚟講，咁啊其實個通脹係放緩緊嘅，尤其針對啲服務型嘅通脹。咁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即係其實個需求咧其實係仲係恢復緊。咁但係如果呢一刻未係真係好似澳洲咁樣個通脹去到好犀利，失業嘅情況開始好緊張嘅話，而突然之間加息嘅話咧，咁啊其實對個經濟嘅壓力咧其實都幾大。而加拿大都係，咁啊加拿
拿大央行，咁調翻轉頭佢都覺得而家呢刻個利率咧都可能有機會過高嘅。咁所以簡單嚟講，我哋都係仲係覺得可能譬如話喺油價對一啲各地嘅通脹嘅影響咧，都係要時間去睇。有好多好似頭先林教授提過好多不明朗、不確定性喺裏邊。咁啊，但係如果真係呢個事件降溫啊、消退咗嘅話咧，咁啊其實而家呢刻好多一啲憧憬嘅加息空間，包括可能係加拿大央行啦，或者可能係針對歐洲央行咧，咁其實都係有空間去降溫嘅。咁啊呢個到時對個匯價嚟講就有啲壓力。喺呢個位咧，其實林一鳴教授你嘅睇法又係咪咁？特別係咧都想問埋咧，即係日本嗰邊咧，其實咧一直都傳緊話佢會加息啦。咁呢段時間其實個 yen 咧其實真係相對地咧真係好弱㗎。咁基本上面咧都曾經去過158樓上對1美元啦，跌到去。咁啊日日咧你見到日本財務大臣都出嚟咧出下口述咁啦。咁你自己點樣睇？即係日本其實受有嗰個因素影響都相當大嘅。你睇日經指數都55,000都落翻嚟啦，都曾經一日跌幾千點啊。咁其實你自己睇嗰個投資方向點？嗱，其實如果你話睇幾隻外匯嘅話啦，暫時而家我哋見到嘅話咧，戰爭啊各方面嘅話咧，歐元嗰方面咧相對比較弱啲嘅。譬如早一兩個月都1.2啦，我今朝見到都係1.14、1.5左右啦。咁啊 yen 其實又碌下，又去翻差唔多接近159、160啦，相對都係比較弱啲。當然啦，你睇翻美匯之前97，而家去翻100，大家成個環球嘅情況睇到咧，美國好明顯就一定會減慢佢嗰個即係減息嗰個步伐，甚至可能唔喐。咁當然咁樣嘅大前提，咁美金梗係會轉強㗎啦。即係除非你好額外嘅例子，譬如你話澳洲佢加息啦，所以澳洲強，咁人民幣相對受戰爭影響少啲。人民幣我估嚟緊都會偏強少少嘅，但係你話大前提啦，歐元我會覺得感覺會比較偏弱啲。咁yen 暫時即係雖然出咗好多口述啦，好似冇乜幫助。咁 yen 都可能係160嗰啲位左右啦，會。咁即係短期其實美金仲係會有個強勢啦，你預計？都似㗎，其實而家即係100左右啦，係啦。即係如果繼續即係我自己個人估啦，長張冇咁容易會好短期之外1-2個禮拜完嘅，唔會嘅。咁而再繼續落去，咁你個油價一定會飆咗上去㗎啦。即係而家都係靠即係啲國家攞自己啲儲備攞得幾多啊？係啦，2-3個禮拜就冇㗎啦，冇得再攞㗎啦嘛。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即係美國佢唔會再減息。所以咧，美金應該會偏強咯，喂。好啊，不如喺呢個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之後咧，會講下香港呢邊啦。咁美國方面冇喐到息啦，咁香港呢邊亦都係維持翻個最優惠利率咧，就冇變到嘅。咁嚟緊個樓市點樣走向係點咧？休息翻嚟詳細傾下。樓市焦點。繼續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繼續有兩位嘉賓，就係林一鳴啦，都會大學嘅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嘅助理教授啦，亦都有咧廖家豪咧，就係花旗銀行嘅投資策略及資產配置主管啦。休息之前呢，講咗美息方面嘅情況啦，講咗外圍嘅市況啦，同埋咧講咗個匯方面嘅情況啦。翻嚟呢一 part 咧，睇一睇香港嘅息口啦。咁其實咧，先問下林一鳴教授啦。其實而家美國冇喐到個息啦，即使喐咗，香港都未必跟嘅。咁其實今次咧，香港當然個息冇喐啦，但係預期其實美國可能減息步伐會減慢，對於香港嘅息口走勢嘅影響會點呢？嗱，其實我睇咧根本就唔關事嘅。嗱，當然息口嘅話我哋睇兩個，一個就係睇 P 啦。P 咧歷史其實冇低過5厘嘅。咁而家當然係最優惠利率。咁當然你見到即係最大嗰兩間就5，其他嗰啲就5.25，所以其實已經減無可減噶啦。就算當然你美國加息嘅時候，其實個 P 都冇升到上去，所以個 P 咧無論美國點升點跌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會 keep 翻喺譬如你話匯豐嗰啲咪5厘嗰個位咯。咁當然你話睇 HIBOR 嘅話，好明顯係落咗嘅，但係 HIBOR 其實有佢自己嘅，或者 HIBOR 其實你會而家近呢幾年嘅話咧，反而睇一啲嘅資金流向好明顯嘅。其實你如果譬如你 compare 翻早幾年同而家，我自己都感覺到係有資金流入嘅，流入各方面啦，譬如你話股票樓市其他資產方面係有啲錢入緊嚟香港啦，所以近期嘅 HIBOR 咧都跌翻落去2厘，其實過去嗰幾個月都半年都喺度跌緊嘅。咁我覺得即係反而你話如果睇香港即係偏唔喐啦 HIBOR 嘅走勢嘅話咧，可能多啲睇翻關於資金流入，暫時係正面，而個趨勢近依大半年都係落緊落去咯。
咁啊卡咧？其實我哋睇譬如中東呢件事件，譬如頭先林教授有提過咧，資金我哋都係覺得其實中東呢件事件係會促進到啲資金係會，尤其針對中東嘅錢啦嚇，咁都會諗下出路啦。咁而香港亦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優勢嚟嘅，因為始終無論安全度又好，或者係即係面對風險嗰個自由度啦，係啦嚇，咁所以其實呢方面都會有機會受惠到。咁所以股票都暢旺啦嚇，咁 IPO 亦都好活躍。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即係個集資能力啊，或者係整體個資金能力咧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呢個其實對個整體個 HIBOR 嘅趨勢咧，我哋都係睇其實有機會慢慢落翻落去。咁呢個波動性唔會話真係太大啦，因為始終如果即係我哋自己睇美國都可能有空間需要減息。咁但係譬如話個息口都係繼續維持穩定嘅話咧，咁對成個 HIBOR 嘅趨勢咧都係慢慢會落翻落去。因為始終資金尤其而家港股坦白講對外資嚟講都有吸引力啦，25,000左右啦恒指。係啦，因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增長主題嘅，即係而嚟緊，譬如話內地我哋預計啦嚇，今年嚟講可能有80萬億嘅人民幣定期存款會到期。咁而呢啲大家都可能會揾唔同形式嘅一啲可能即係一啲另外嘅選擇啦嚇。咁所以簡單嚟講喺資金方面喺香港面對可能個金融市場都仲係暢旺啦嚇。咁而調翻轉頭再加埋中東呢啲事件呢，咁其實都會係繼續利好到資金流入。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會幫到手。嗱頭先講資金流入呢，就係譬如 IPO 市場，我哋舊年呢就非常之暢旺啦。咁今年大家都預期呢比較睇好嘅。咁當然仲有個戰爭嘅因素喺度影響住啦。咁但係呢樓市方面呢，我哋見到呢舊年呢其實開始呢年底呢就舊年全年都有個單位數嘅升幅啦。咁今年翻嚟呢，其實呢大家形容小陽春呢，就農曆新年過後都持續啦，發展商亦都推盤積極啦。咁想問下林一鳴呢，其實你自己點睇而家香港樓市嘅情況係點呢？嗱，其實如果你話睇樓市嘅話呢，今年之前嗰個相對係正面，當然你唔會話把升，好似之前升2-3成咁樣啦。譬如你話全年升幅可能似舊年都係大約5至10% 左右啦，因為2025年呢，舊年就升咗6% 嘅。咁今年暫時嚟計嘅話呢，譬如如果你睇中原指數，舊年年底就145.6啦，而家譬如近呢幾日大約150，升咗3% 左右啦，個趨勢都係比較好嘅。咁所以你話我自己估可能今年譬如都係即係5至10% 到嘅升幅啦，係比較穩健同埋健康嘅。但係當中其實即係主要參考啲咩因素呢？如果個市你估計升？其實我諗係最差嘅時候已經過咗啦。嗱，當然而家即係始終即係你話大部分今日嘅樓，我哋都做過好多次研究噶啦，7至8成其實就係一啲60歲以上嘅老人家去 hold 住嘅，所以近幾年嘅購買力相對係會比較弱啲。但係你話譬如如果每年2萬個單位嘅話，市場呢好似都燒得快嘅，咁所以你見到一手都會比較暢旺，同埋好明顯㗎，今年一手嗰啲嘅樓呢，出價冇舊年前年咁劈低嘅，前年真係劈落去呢，話有啲驚嚇性嘅，而家係貼住市價出嘅，咁都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見個銷情又唔錯，因為之前積落嗰幾年嘅購買力開始個信心慢慢轉翻強啦，咁而有部分就真係開始買翻樓，咁變咗幾個因素加埋，所以你見到個樓市都暫時個氣氛都係唔錯咯。阿卡你自己睇而家嗰個樓市嘅氣氛係點樣咧？我哋自己即係一般睇落，基本訪問啲人大部分都好樂觀嘅。其實你自己睇咧？其實我哋年頭嘅時候都覺得香港個樓市開始，尤其住宅啦嚇，咁即係會進入一個可能即係數年嘅一個上升期。咁其實今年我哋睇會比較樂觀少少，我哋覺得會可能升8%嘅住宅樓價。咁如果譬如話嚟緊2年呢，累計可能會升15% 左右。咁其實圍繞住樓價，即係住宅樓價升嘅原因都係不外乎，即係始終而家呢係一個供應啦嚇。咁如果睇翻譬如話即係賣地收入呢，其實嗰個可以實際嗰個起到個火數呢，其實都係講緊過去14-15年嘅新低。咁而另外調翻轉頭嗰個即係樓市暢旺，即係股市暢旺，咁其實對個樓市亦都有個先導作用嘅。咁而我哋如果睇翻真係呢方面真係發揮緊啦，譬如1月份、2月份1月份嘅一手同埋二手成交都係創咗近7年同埋8年嘅新高嚇。咁而即係租金回報方面亦都好翻啲啦嚇。咁亦都即係吸引到一啲投資者開始入翻市。咁所以簡單嚟講，其實個供應即係個供應都仲係多。咁但係其實即係似乎而家由今年到今年開始啦嚇，都係一個淨吸納量嘅一個階段。咁呢個對嗰個樓價嘅壓力亦都係下行壓力會低咗。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我哋見到個需求翻嚟，無論係投資需求又好或者係即係人才流入都好啦嚇。咁呢個好明顯帶動到一手同埋二手嘅嚇。咁如果再疊加埋頭先提過中東嘅啲因素，再有多啲人才嚟香港嘅話呢，咁呢個對個房屋需求亦都會有啲提振作用啦。咁所以樓價今年嚟睇個即係我
即係樓價嚟睇，其實即係都應該係一個可以穩定上升嘅情況。咁而喺物業市場嚟講，咁我哋覺得其實尤其除咗話樓之外啦，咁一啲可能譬如話喺零售銷售方面，奢侈品嘅零售銷售，我哋都係覺得係今年係會跑贏。咁譬如1月份你見到一啲即係一啲珠寶商品嘅銷售咧，按年升幅去到3成幾。咁當然啦，金價可能上咗去啦。咁啊，但係其實即係亦都好明顯見到其實即係啲奢侈品嘅零售銷售係零舍做得幾好嘅喺過去幾個月。咁所以呢個亦都會帶動到一啲可能係一啲一線啊一啲譬如即係商場類嘅啲租金收入啦。咁所以喺個零售銷售方面，我哋都覺得係一啲即係一啲奢侈品類別咧，有機會會跑贏嘅。好啊，不如喺呢一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樓市焦點。繼續翻嚟呢一 part 啦，我哋繼續有兩位嘉賓就係廖家豪啦，同埋林一鳴教授嘅。咁休息之前呢，講咗個樓市方面啦，大家都似乎比睇好啦。今年呢，其實估計樓價呢都會有個升幅啦。咁但係我哋一直講緊庫存呢個問題呢，其實都係大家關注啦。之前呢就話因為庫存太多啦，咁啊發展商要去貨個價呢，所以就上唔到啦。咁而家嘅情況又係點呢？林一鳴，其實而家清咗唔少噶啦。根據最新嘅數據嘅，落成未出售咧，而家大約23,000伙左右嘅，即係你見到係大約1年多。咁你話呢個數字其實都幾健康嘅。咁你話23,000，咁啊大約1年零其實都去晒。咁而嚟緊3至4年一手單位嘅供應呢，其實就係10,04,000。咁呢幾年都係差唔多咁上下啦，維持到10萬。所以個庫存我就唔係太擔心嘅。你見啲發展商都係噶啦，即係同幾年前相比，而家佢哋唔係好急咁推貨噶，有咪慢慢賣咯。因為可能呢幾年佢哋真係開工部分啦，真係慢咗嘅。咁所以個庫存唔係太大問題嘅。咁啊卡呢？其實反而睇個銷情呢個需求其實都好明顯反映到唔係話真係好擔心，因為其實喺最近都幾多啲係沽清啊，係咪即係啲大手數啊？尤其是係即係農曆新年前後呢，其實啲發展商呢推盤相當積極。呢段時間呢，你感覺上各區都有啊，而且嗰個氣氛啊反應都相當之好。即係其實庫存都當然唔係話少啦嚇，即係譬如話如果係計晒所有未起嘅、起緊嘅或者係起完嘅，咁啊其實累計啦個庫存大概8萬零伙咗，88000伙左右啦。咁對比高位都大概跌咗1萬伙左右。咁啊都係有改善。咁但係都仲係高。咁但係最緊要喺譬如話樓市方面，其實個睇法就係究竟投資者或者係即係置業人士啦嚇，對個後市點樣睇？咁其實只要譬如話對個信心喺度嘅話，咁其實大家覺得而家呢刻個樓價對比之前都仲係低水啦。信心呢個問題呢，我哋講緊呢，即係打工仔係最緊要個飯碗啦嚇，份工穩唔穩陣啦。咁最近呢，其實 AI 呢個浪潮呢，話要擁抱之外呢，其實你都見到呢，即係有唔同嘅大企業啊、小企業咁，因為 AI 呢個問題呢，其實就已經精簡咗人手啊，或者即係員工方面嗰個請嘅人呢少咗。咁其實呢啲都係影響住嘅情況啦。咁喺經濟環境同埋呢啲嘅情況，對於個市嘅影響有幾大呢？嗱，就兩睇啦。第一，如果當然就即係隨時要準備，究竟成日都諗究竟 AI 會唔會取代我份工啦？係咪？咁而第二個睇法就係究竟我嘅投資裏邊有冇一啲嘢可以受惠到嘅咧？係咪？咁即係我哋成日都強調，我哋即係喺個投資取態方面，AI 個大主題其實冇變，即係就算今次中東事件都好改變唔到，因為如果你睇譬如啲企業業績啊，標普500又好，或者係睇港股業績都好咧，其實大家都係強調我有點樣用 AI 嘅啫，係啦，點樣喺唔同即係商業層面裏邊去用 AI，咁而 AI 亦都係國策啦喺15裏邊亦都係好高，即係個比重亦都好高，咁所以即係呢個避唔到嘅亦都逆轉唔到，咁但係會唔會好影響到即係譬如今年個失業嘅情況嚴重咗啊，咁令到可能即係一啲居民信心減少咗咧，咁喺香港層面嚟講呢，其實又暫時見唔到啦，因為始終而家呢刻好多行業面對嘅問題都係請唔到人。難請人嚇，咁可能譬如話，即係呢個情況都可能會繼續持續嘅話咧，咁其實對個失業率嘅情況，其實今年我哋都預計香港失業率唔會點樣特別話去即係抽得好高。咁而另外就係即係喺香港賣樓嗰面，即係我哋都無可否認地香港個資產實力好強噶嘛，係啦，咁即係有好多都係 full pay 啊，又或者係即係本身即係嗰個按揭成數亦都唔需要做得。我哋喺呢方面金融市場都好穩定嘅。係啦，咁所以即係都係頭先咁樣提過，香港嘅金融市場恆指啊各方面表現繼續係即係穩定地慢慢即係整固，然之後再上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對整體嗰個資產市場嚟講個影響亦都唔係話太大。所以如果投資者本身係可能有啲受惠到 AI 嘅啲資產嘅，咁個資產水漲船高嘅，咁而呢個AI 發展嚟講，可能對佢哋嚟講係好事添。咁當然啦，投資市場環境呢就睇住呢外圍嘅地緣政治局勢啦。咁呢個禮拜呢，其實都見到港股方面都係徘徊喺25,000左右呢位啊，個走勢麻麻地啦。咁我想問下呢，即係阿林一鳴呢，其實點樣睇即係而家我哋中港股市嘅前景呢？嗱，人民
民幣頭先你都提過咧，都升咗上嚟啦。其實由舊年呢，我記得咧舊年年底開始就一路咧在岸離岸人民幣都升咗上嚟㗎啦。咁內地股票市場又似乎呢個波動性又冇外圍方面咁大啦。你點樣睇即係投資前景？其實如果你話睇港股嘅話咧，唔錯嘅啦。即係嗱，講真啦，我哋炒股票都30年。如果你話真係20-30年前發生類似咁樣嘅事，啲油咁由短短可能1-2個禮拜話升咗5成嘅話咧，香港股市冧咗噶啦，跌1萬點噶啦，係啦。但係你話今次其實你話跌唔好多啫，即係幾百，即係都係25000、26000。其實你見到咧個市場，即係如果比起之前嘅話咧，相對真係強嘅，個底強嘅。咁喺咁大嘅情況之下，又打仗又價升，其實都係25000、26000跌幾百點。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嘅話，今年嘅股市我相對係比較有信心啲嘅。當然主要就係幾年前我一路唔睇好嘅，因為好明顯啲資金係流走，啲外資冇話錢啦，人都走埋啦，所以啲中環啲 office 吉嘅係啦。但係你話而家嘅話咧，好似要走嘅已經走晒，部分資金翻嚟，當然包括咗國內啦，咁就可能部分嘅中東嘅資金啊，嗰啲都有少少流翻嚟，咁永遠都係嘅錢嗱，所以你睇個 HIBOR 就知噶啦，錢入永遠個 HIBOR 咧就會跌翻落去，咁種種嘅跡象表示嘅話咧，資金喺度流入緊，所以咧港股我覺得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尤其你見近期話啲 AI 股啊各方面都升得唔錯啦，係啦，有啲升到驚嚇嘅，有啲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正面咯，係啦。亞卡你哋睇咧投資嘅 set 係點咧？頭先咧林一鳴就話啲 AI 股都升得唔錯啦。咁其實你哋做中港股市方面嗰個研究啊、投資嘅策略嘅時候，又點樣去分佈咧？其實喺譬如中港股票行業裏邊啦，我哋都係繼續維持譬如科技啦、互聯網啦、醫療保健啦、原材料咧，呢啲係我哋啲超配嘅行業。咁呢啲其實都合乎國策啦嚇。咁尤其舉個例，可能譬如話真係針對一啲運算能力。咁雖然譬如今個禮拜有啲重磅嘅上個禮拜啦嚇，即係有啲重磅嘅一啲互聯網股份就公布咗業績。咁市場反應可能麻麻地啦嚇，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 AI 相關嘅增長幅度咧，其實都仲係好高嚇，咁市場嘅需求其實基本上仲未見頂，咁所以市場可能擔心你使咗啲錢去資本開支唔回購，咁我就沽你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嘅睇法就係最終呢啲點解佢哋要使落去資本開支咧？呢啲係佢哋生財工具嚇，咁其實情況就好似美國嘅一啲即係互聯網大企咁樣啦嚇，一啲雲端運算大公司咧都一樣嘅啫嚇，點解佢哋要使咁多錢落去資本開支嗰度？就係因為佢哋自己見到佢哋嗰啲積壓訂單咁基本上呢個按年升幅咧每季啦都喺度擴闊緊，咁即係簡單嚟講呢個生意係做唔切，咁所以呢個既然個大需求冇變咁喺咁嘅背景底下，自然即係個盈利，我哋成日講強調個盈利嘅能見度咧，其實都係好高，咁所以簡單嚟講喺中港股市咧，我哋都係繼續睇，例如可能受惠到啲國策嘅互聯網科技、醫療板塊，咁而原材料好明顯就係因為供不應求嘅問題，因為數據中心對銅啊、鋁啊呢啲咧咁個供應壓力好大，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繼續睇好嘅。嗱，剩翻呢即係2分鐘嘅時間啦，俾1分鐘佢哋呢個人呢俾啲 tips 我哋啦。咁金股匯啦，其實你金呢就都回咗落嚟啦，咁油方面嘅波動性大啦，咁投資市場環境點樣部署好呢？嗱，如果你話我嘅話，樓今年呢係唔錯嘅。咁當然你話如果自住嘅話呢，即係都幾好嘅入市時機。但係你話收租就一般般啦。咁如果股市嘅話呢，依年我諗中港股市我都覺得睇好。所以通常喺中港嘅話，我自己都加多咗比重。美股呢，就之前都3-4年都升咗個倍啦，咁就減少低咗少啦。譬如如果話會嘅話呢，人民幣我會相對比較睇好啲嘅。好，如果喺股市層面啦美股都係重點嚟嘅，因為始終個盈利能力仲係好強。咁最近啲中東局勢咧冇影響到個盈利嘅睇法。咁中港股市我哋都係睇好。咁而喺外幣方面呢，咁要留意啦又係一啲優質貨幣可以趁低吸納，例如澳紙、紐紙、人民幣、yen。咁但係譬如歐羅啊、英鎊啊、加紙、瑞郎呢啲咧就可以趁高沽嘅。咁金我哋都係覺得喺個組合裏邊呢，可以做到啲對沖嘅作用。咁而家呢刻大概4500、4600，咁其實個價錢亦都係相對上吸引嘅。大家呢因應翻自己嘅情況同埋呢承擔風險嘅能力呢，好好咁考慮下。今日呢多謝晒兩位，多謝晒。多謝晒。Thank you。